来讲一个独家的新闻，水果单4项现切的水果，若爱1480块，唔知咱乡亲敢会买？有消费者伫怨叹讲，去台北西门町一间大头买水果，结果呢，伫纳钱的时会惊一条。记者实地到现场，有人去买芭乐、莲雾、樱桃3项水果，收偌济700外块；有人买旺来、芭乐、奶子甲山啊，总共开1480块。无论我是在地人，还是观光客，拢感觉这真正是有较贵。因过生意人讲，伫人客纳钱进前，拢会提醒因，讲这是较称重的，而且看板拢有写。热烈支持西门町商圈打开最美满水果，热天食一杯，心情对咧开花。那在地人观光客嘛真爱吃，只不过在算钱的方式，说互消费者看甲硬硬起。听到这个介绍，迄晚昏倒在地。南台湾来的人客买芭乐、莲雾含樱桃，想要个介绍煞比家己想的贵3倍。你买这样多少钱？100，我们在高雄买这样子都200多吧。我买了凤梨啦，还有那个瓜吧，荔枝，还有那个 pineapple， 还有什么芒果？$1,480 ，expensive。刚一代打开 Google 评论，真侪人客嘛伫咧耳讲，家己叫讲喷啊，敢讲这档卖的唔是水果是金啊，若无乃会卖这么贵。不过店家买回伫咧人客啉钱进前，拢会先甲人客讲偌济。我们水果是按重量来算钱，你要告诉我你吃的量嘛。水果单看板，确实每一项拢有写清楚介绍，每100公克卖偌济钱，佮分做有册甲无册2种介绍。若是人客想要甲水果分量换算做100克去计算，当然真负担多。虽然有标示，但也不得字体过小或模糊，使消费者不易得知。如果业者先自行分切强迫购买，或未依标示售价贩售，消费者可以拒绝购买。消保官嘛讲，夜市也会单位爱清楚甲人讲介绍，较袂乌白化价升等国际名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